啦，伫奈日里亚中部是发生冲突，武装分子伫礼拜一时对当地20外个砖头发动攻击，上报有造成160个人死亡，佮有300外人受伤。目前冲突的原因也唔知，有可能是因为当地信仰，也是种族问题，甚至有可能是为着抢资源才会爆发冲突。冲突爆发了后，纳吉利亚中部高原州的居民，包括款款的紧个赛车离开。沿路会当看到未少民众同款选择离开。纳吉利亚是欧洲上大经济体，嘛是人口上济国家。不过国内安全问题真严重。东北部有朴克圣地，激进伊斯兰武装团体咧作乱；中部甲西北部是真正传出有抢劫、假绑票等等的事件。这届爆发冲突的高原州，穆斯林的牧民甲基督徒的农民，为着要烧济自然资源，双边的关系这几年是愈来愈紧张。拜六半暝，伫北科斯地区先传出枪声。后来看见4颗厉害砖仔头，有活落来人讲，这在地人是困的，都去歹徒用枪乌白弹。当地官员讲，至少有20外个砖仔头受到歹徒的攻击，规个过程真明显有经过事先的设计。规个事件至少夺走160条的人命，还佫有300外人受伤送病院。高原州的州长谴责这个暴力的事件是真粗残，当局已经派军人进驻，以期特殊。事实上，今年5月当地嘛捌发生过类似的事件，造成100外个人死亡。今年2月大选了后，就日本总统特朗普嘛答应讲会摒弃解决安全危机，吸引更较侪投资。不过，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内阁政府并无相关的作为，又在这个冲突一再发生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